大家好，歡迎收聽夜無限賽馬分析節目。今日就4月12號，跑沙田11場賽事用絲蘭跑道嘅絲蘭跑道呢，就照計就內檔同埋比較好啲咯。前置、中置同後置呢都以往數據呢就冇乜所謂嘅。上個星期三就雷神歸位，咁啊為方嘉柏咧爭取呢個冠軍練馬師，係咯，咁順利就贏咗4場啦。咁我最深刻就係第一場賽事，咁啊佢隻馬就排12檔都跟住就一出閘就 drop 咗去尾，跟住就排翻 shift 翻去中檔，跟住後上贏馬就贏得相當精彩啦！雷神即係雷神，咁啊技驚四座，咁相比之前，咁而家就人到中年，咁啊騎馬成熟咗啦，咁可能就個體力上或者應該就比僆仔就會比較弱咗啲咯。咁啊聽日佢就騎唔足嘅，咁啊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處啦。咁養精出銳，咁啊聽日個大方向都係追住得勢不饒人，追住阿雷神啊，同埋阿潘頓啊，同埋而家季中啦，咁應該就朝住有10磅減嗰啲騎師啊，包括阮小妹啦，同埋黃寶嚟啲馬嚟賣嘅。言歸正傳啊，聽日就跑11場啦，頭場呢就開跑12點半，因為新馬賽事。講返第一場，我自己覺得就希斯出3隻，你可以喺即係4、5、6啦，4、5、6個3隻都係希斯嘅。當中朝住呢個方向諗咯，因為頭3隻1、2、3咧就3歲嘅，就副榜1、2、6，4、5、6個3隻咧就係希斯嘅，佢副榜1、2、1嘅，點解相差嗰5磅咧？咁係4、5、6嗰3隻係2歲馬，讓5磅咯，受讓5磅咯。1、2、3就3歲馬嘛，其實嗰6隻馬嘅狀態都即係50步笑百步嘅，當中以馬論馬，我覺得6號應該就會去馬嘅，6號俾楊明倫騎嗰隻爭分奪冠啊，應該就如果比較好啲咯，咁你哋諗下買唔買 WinPay 啊？頭場可以考慮楊明倫嗰隻咯，睇飛數嗰個票數都比較有飛啲，應該就我覺得施工俾隻馬佢會殺馬咯，我都推介頭場買6號 WinPay 咯，睇下攞少少本錢，跟住就可以攞少少本錢，跟住就可以接下來玩其餘個賽事啦。我今日就推介4場賽事啦，就分別係第4場同埋第9場、10場同埋11場嘅。廢話少説啦，第4場比較鍾意就其實一睇牌面就係7號啦，7號就呂健威配潘頓隻龍奧玲羅嘅。其實龍奧玲羅就好想贏嘅，但係睇賠率而家2點幾就
我會攻擊佢咯，我會用隻2號開心老闆攻擊佢咯。因為2號開心老闆上次啱啱都係僅僅輸跑第二啊嘛，咁呢個同埋跑嘅時間係呢個全組最快嘅。咁上次就輸得唔抵，啱啱追唔到輸 short head，咁跑第二，咁應該今次都會搏馬嘅，咁我會用呢隻做膽咯，咁4場2號做膽咯，拖翻0-6啦，咁好想贏啦，阿潘頓再次騎翻隻馬，咁之後我會愛多隻咯，愛翻雷神啦，咁騰達勇士啦，呢隻都儲足噶啦，咁用翻雷神都可能跑高一兩個馬位，咁呢場我就推介就係2拖7同埋9啊，如果可以有多餘本錢就拖多隻光年80啦，1號啦，咁光年80都係有班利嘅，咁如果你哋有多餘錢咪多呢隻咯，咁暫時推介呢場就4場就二號行先啦，就拖7、9咯，咁有多餘錢先買埋1咯。跟住就第9場啦，第9場就跑3班1400米啦。咁我比較喜歡鍾意8號啦，8號狀態粗足㗎啦，咁狀態大勇啦，咁呢個跑呢個路程咧都好準嘅，咁換咗周俊樂啦，咁可能文家良就嫌阿巴度又搏來搏去，騎咗幾次就搏輸咯，咁換阿周俊樂睇下可唔可以今場就順利咁為隻馬開齋啊！咁其次梗係運睇呢場最高質素嘅安泰啦，1號嘅阿賽神仙嗰隻安泰啦，但係安泰就我嫌佢重磅啦，一來重磅，二來咧佢有傷患過嘅，咁而家唞翻好，跟住再出翻嚟咯，咁我覺得就可以做腳咯，咁其次梗係要翻雷神嗰隻川河歲區啦，咁方家下咁一早就操好晒啲馬，等回雷神翻嚟就搏嘅。咁依場就心水就831係啦，3隻咯，係啊。咁其次就可以留意下楊明倫嗰隻深紅紅，以前買開嘅，咁見到佢神貨啊，操練都係要一手一腳包辦嘅。咁有啲冷機咯，可以留意下，但係唔買得咁多啊。咁我都係俾3隻嘅啫，318係咯，呢3隻。咁最尾就第11場啦，咁啲都係3隻明星馬對決，咁5號、9號同埋11號啊，咁我本人比較鍾意就係9號啊，扶搖世景啦，因為呢隻馬都係買開啦，都有贏過錢嘅，咁呢隻馬都出咁耐都好準成咯，跑呢個1200米，入冇第一就都有第二嘅，咁可以做重心馬膽啦，輝哥點解都唔俾都唔用佢嘅見習生姚幸堯咧？咁可能就應該係金城江就騎開，金城江就騎開咯，用開就即係成績有，咁費事換10磅姚幸堯啦，
俾多次機會金城江再殺馬啦。咁其次就係另一隻明星馬閃耀天河啦。咁呢兩隻馬都可以買對碰啦，可以買對碰 win 啦，但係我都覺得係富耀西徑係可以可取啲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富耀西徑做膽拖11號閃耀天河，其餘就係第三勢力就應該就即係5號翠紅啦，翠紅都係廖康銘嘅依個馬啦，咁廖康銘要爭取成績都要搏噶啦，係啦。咁啊，依場3隻重心啦，咁啊9號做膽拖11號拖5號，如果有多餘錢咪拖埋阿方仔嗰隻信心星啦，用莫雷拉跑都跑高些少嘅。咁啊，依場推介就係9拖11同埋5啦。以上嗰4場都係我啲心水推介啦。咁你哋可以揀當中嗰幾場嚟，即係自己組合啦，買 Q 啊或者位置 Q 啊，咁或者3重彩啊，咁你哋自己諗啦，咁係咯，咁3大斬埋有齊，可能買條4穿11咧，咁可能百幾蚊博幾千蚊，係咯，都有可能㗎。咁我所講嘅內容個心水，咁可能啟達到你嘅思維咧，咁如果你哋有中到，咁中得多錢就打賞下啦。咁上邊有個 QR code 嘅，係啦，版面上有個 QR code。如果真係中咗就可以打賞我咯。咁記得睇完呢條片就記得 share 俾啲馬友啦。同埋如果有咩意見可以留言咯，讚好啦。以上就係我嘅今日就分析啦。另一方面就如果有啲人就賭到失去理智，就可以就打134-633啦，呢個政府嘅戒賭熱線啦。尋求嘅協助啦。今日就差唔多啦。祝各位贏多啲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